怎么就这么点酒啊？这已经是长安城100里外的酒了。哎，先拉回去，拉回去。走了，走了。这，四姑娘，你怎么一坛都没有？小的跑遍了长安城所有酒肆，本来拉了这么半车酒，对不对？结果碰见了一伙歹徒，全给抢光了，对不对？被劫了。小的们潜至长安城5里处，结果从暗处冲出了一伙歹徒，将小的直接擒倒。小的奋死抵抗，力死不从，结果还是从了对方。受伤了吗？伤倒是没受，就是有点疼。没事就得呗，报官去。报了，他们抢完酒以后给了小的一吊钱，拿来。给完钱后，官府说这是买卖行为，不予受理。他们还有备而来。小的一定要与二娘子勤学武功，苦练功夫。耻辱啊，奇耻大辱！这伙歹人显然是早有预谋。对，就等着你们收完酒就下手。没错，这事不赖你。是，回去休息吧。我靠，你说啥？我说挺好。去告官去。是，耻辱啊，奇耻大辱啊！姐，哎，老四，怎么样？现在全长安消息稍微灵通点的都知道禁酒令的事儿。刚才栓子收酒回来路上还遇了歹人，抢了酒，好像还受了伤。那走路一岔一岔的，伤得严重吗？没事儿，这孩子也坚强，没事儿。哎呦，那就好。哎，报官了没有？这群歹人抢了酒还给了钱，官府不管。哎呀，再过几日这禁酒令真的颁下来的话，咱家的酒啊就更收不上来了。哎姐，上次我好像听姐夫说，有间酒肆酿的酒是从咱家偷师来的。对啊，姐姐可知这间酒肆在哪？听你姐夫说好像在南门。南门。哎姐，妹妹倒有个主意。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这是曹兄吩咐的，各种实验材料都得勾兑试一下。还有多少啊？不行，换人，必须换人。可是换谁啊？老人家，您这是在干什么？最近这帮家伙到处乱贴收酒的告示，本来挺好的一条街，现在给弄得到处都是补丁，简直成了长安的牛皮癣了。我看着心烦，见一张我撕一张。老人家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这条街上住的大伙没事都来撕，一会儿就完。不要！回来吧！不要！夫人，四姑娘，咱们到了。好嘞，走。好嘞。哎呦，
你们这是，你们这要干嘛？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你，哎呦，干嘛？怎么着？认识我吗？你是？装，再装。哎，老四，哎，哦，这回认识了吗？哦，认识了。认识就好。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？四姑娘，我是不小心看了你家的秘方，我想把它忘掉。我的记性好，这就忘不掉，所以就在这开了这么一个酒肆，我想把它忘掉。编，再编。不，这真是千真万确啊！钱老六，你以为你装成老实人就没人认得你了是吗？钱老六，钱老六是谁啊？江洋大盗钱老六，你乔装良人骗取我和姐夫的信任，盗取我家秘方，在这儿开间酒肆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！乱说？认识字儿吗？哎，认识。给他看。看看吧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状纸。知道就好。二娘子，押他上衙门。这，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，你毫无根据。毫无根据？有没有根据？等你上了衙门，吃一通杀威棍再说。就算你不是钱老六，你盗取我家秘方，衙门会轻饶了你吗？陈四小姐，你开恩啊！四姑娘，你开恩啊！你说什么？陈四小姐，你就开恩，你就开恩吧。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吗？你就不想私了？哦，我想私了。哎，我想私了。想私了？对，姐，还想私了？那得看他是不是同意咱们的条件。胡张芳在着。钱老六啊，哎呦，咋这副怂样啊？哎，你这买卖做的可是不错呀，连散卖的你都停了，这里里外外赚了不少钱吧？哎呦，光看你这身行头，哎呦，这也不是一般开酒作坊的人能穿得起的。要么着，你这家里也该是妻妾成群了吧？儿女呢？有了吗？哎，胡大王，我真不是钱老六，我真不是钱老六啊！二娘子，送衙门。哎，慢着，等等。哎，胡大王，您接着说。我是钱老六，我是钱老六。算你识相。怎么样，儿女有了吗？有了。嘿嘿，有了好啊！这妻妾儿女要是都有了，过起日子来也就是图个安稳。之前干的那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啊，今后也就不想再干。这多好啊！金盆洗手了。其实啊，我们陈四小姐呢，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坐了大牢，弄得妻离子散。那就谢陈四小姐开恩了。听我说完。哎，你接着说。要说这事儿嘛，其实也好办。我们呢，就是想借你家的酿酒工艺用上一用，从此呢，咱们两家的恩怨一笔勾销，再无瓜葛呀。借工具，那得借多久啊？多，也就7、8天吧。哎呦，这7、8天我可真当不起。如果这2、3天吧，这还……二娘子送衙门。这7、8天就7、8天吧。哎呀，你这号人呐，就是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那就全借啊！全借。好，四姑娘，人家钱老板可讲究啊，全借了。这样就对了嘛。二娘子，招呼伙计们把那些器具都装车，账房先生帮着看着点儿。得嘞。哎呀，来吧，这些钱拿着，也不算白借你家东西，够你几天酒钱了。好了，
咱们回吧。大夫人，上车上车了。姐，醒醒！哎，到家了，醒醒！这么快？哎呦，陈叔，哎，这后面柴房都腾出来了吗？哎呀，都腾出来了。我跟我姐先回来，一会儿拉酒的器具一到，您都给我搬后院去哈。放心，您瞧好吧，回来我就给他拿回去啊。哎呦，大夫人，哟，慢点。哎，老四，我先进去了。这墨镜真是个好东西，戴上以后啊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在马车里睡觉跟晚上一样。这上面抹的什么呀？墨汁儿呀，姐夫说，戴这个就为了装酷。装酷是什么意思啊？装酷就是装逼。那装逼又是何意？这个我也不太懂。姐夫说，装逼就是内虚，外强而中干。哦，这我就明白了。人病脉不病，外强中干，名曰内虚，一般还伴有尿频。哟，内行呀！周大夫上次给我号脉的时候这么说的。为了治这装逼啊，开了好几副药。走，回家。哎呀，累死了！哎呀，真是辛苦我的好妹妹了。来，姐给你揉揉肩啊。哎，老四，那酿酒的工具都让人装好了吗？装好了，人都找齐了，今晚咱就开工。太好了。哎姐，我姐夫呢？哦，对了，你姐夫让人捎来口信，让你有空去那个会所一趟。姐夫也真奇怪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有心情看会所？听说会所那边又有新情况。新情况？好，老四来了。这鸡尾酒试饮会什么意思呀？鸡尾酒试饮会就是鸡尾酒试饮的会啊。试饮？对啊。不掏钱啊？不掏钱啊，免费喝，喝好了以后再来。你看，禁酒令马上下来，哪有那么多酒给他们白喝呀？你先尝尝这个，这个叫血腥玛丽啊，也是鸡尾酒的一种。你喝这个，这边我没喝过。怎么样？甜中带酸，还不失酒的香味儿。这种酒是勾兑而成，只用了咱们家很少的高度酒。等将来试饮过后，这种酒可能要卖到卖到多少钱，还要看成本多少来计算嘛，对吧？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装点酒给程兄、崔兄、秦兄他们3个送去点儿。这3个人在鸡尾酒的推出阶段可谓功不可没，功高至伟啊！得嘞，好。哎呀，不行了，秦兄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 3天了，你说我这酒劲儿怎么还没过呀？别，千万别提那个字儿，听不得了。哪个字啊？就是8和10中间那个酒啊。哇，终于忍住了，再吐就挂了。我也是，不能再喝了。子豪兄刚才又给我家送去2坛鸡尾酒。
我走了，不让你提酒。夫君累了吧？不累，天天扎在会所搞那什么鸡尾酒，还能不累？累的是程初他们3个人。那可真得好好谢谢陈小公爷他们。我已经叫老四给他们送鸡尾酒去了。对了，夫君，老四跟你说了吗？说什么呀？姐夫，哎，我问你，你送的酒送到了吗？送到了，但是都不太热情呀，而且那3位好像都不太正常呀。那正常就不正常。那个鸡尾酒到底定价多少啊1杯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，太贵了吧？你这也太黑了！现在大伙觉得好喝，是因为它是免费的。真让他们掏10两银子喝一杯，就是皇上也得掂量掂量呀。做生意的学问呢，就在于你知道你把你的产品卖给什么样的客户。我们卖的这个鸡尾酒，其实卖的不是酒。什么意思啊？卖的酒，然后又不是酒。那姐夫的意思，是不是说因为这鸡尾酒特殊，咱卖的是独此一家？特殊的东西只能风骚一时，不能长盛不衰。这个鸡尾酒，大伙新鲜劲儿过去了，谁还愿意喝呀？再加上禁酒令一颁布，鸡尾酒不就过时了吗？那姐夫就是想趁此机会大捞一笔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不对，鸡尾酒将来只能涨价，不能降价。那我就真不知道。你看啊，我们卖的它不是酒，是身份，因为只有在长安城才能喝到这种酒，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喝到这种酒，而只有喝到这种酒，才能体验到异域风情，只有体验到了异域风情，才能显示你的身份高贵与众不同啊！高啊，姐夫，你真是值得人学习一辈子的鉴赏。老四，怎么说的你姐夫呢？小侯爷，什么事啊？禀告小侯爷，梁老将军、王老将军来访。他们俩来干嘛？梁老将军、王老将军，不知2位老将军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见谅啊！王家小子，客套话老夫就不说了。今天来是有件事找你聊聊。梁老将军请讲。听说你带人砸了南门酒肆？哎，老四，南门酒肆的事情你跟你姐夫说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以为你说了。我以为你说了呀。没事儿吧？也不是大事儿。应该没事儿。你带人砸了南门的酒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梁老将军，您确定是我带人砸的吗？酒肆老板说的清清楚楚，你夫人还有小姨子啊，眼睛上抹着黑墨汁儿，冲到人家酒肆里是又砸又打。你老丈人的酒卖的那么贵，人家卖便宜点，你就专门上门去挤兑人家。你未免也太霸道了吧！哎，这个老沙财，说话这么难听啊！我倒是觉得呀，兴许两家有什么矛盾没有说清楚，对不对啊，四豪？啊，对呀，王老将军说的是。小田啊，你看，看什么呀？小侯爷那手是干嘛呢？哦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了个虚功，然后派2位老将军闻见扇扇。不太像，手是往里摇的，是招呼我的。小田，你等着啊！是啊，小侯爷啊！哎呦，
栓子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夫人又晕倒了？对，晕倒了，然后又醒了又晕倒了啊！晕倒之前呀，先砸了窗帘，又反弹到桌子角上，最后一个倒栽葱砸地上了。哎呀，你快去给看看吧！可是我不能去啊，这2位老将军在这儿呢，我走不开呀。哎，王家小子，我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，你先去。那好。2位老将军先坐一会儿啊，栓子，快给老将军备上酒菜。小子先去了。好样，看住了。栓子，你真行！那必须的，我行的地方多着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栓子，小侯爷不是让你赶快去准备饭菜吗？你还快去！哇，后厨的菜！咱们俩到底是不是夫妻？你了解不了解我呀？我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哪一点表现出我大人有大量啊？现在知道了。现在知道了。可是晚了。四姑娘，四姑奶奶，这又何必呢？你何必呢？说咱们家那么好的一秘方，够咱们3代吃喝不愁的了，就那么轻易的献出去了。哎呀，夫人呐，你怎么一会儿像柯南，一会儿像憨豆呢？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这